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3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16节，民数记20章第1节到13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6节到1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警戒。英语的 warning 会通了解做警戒，更较直接嘛会当做警告。牧师认为警告要得更较适合，因为亲像伫生产的时阵，牧师拢会宣读讲，这个饼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烂的，恁逐摆食的时，食这个饼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然后讲，这个杯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新约，恁逐摆啉的时，就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当然，这是一个提醒，互人会记得，就爱思考，就爱反省，家己的生命行为是毋是下伫上帝所赏赐的救恩。这嘛是一个真清楚的警告。因为基督徒的责任就是爱遵行上帝的诫命，免得罪着上帝。以色列人伫加低斯的时阵就发生着无谦卑顺服的情形，也因为安尼就失去着会当紧进入着应允之地的机会。民数记20章第1节到13节安尼记载。标题是加低斯事件。正月，以色列人全体会众来到神的旷野，伫加低斯扎营，米利暗死伫遐，就安葬伫遐。会众无水通啉，就组织攻击摩西甲亚伦。因甲摩西讲，该吵讲。可袂伫阮的同胞死伫上主面前的时，阮嘛做伙死咧。恁是安怎甲上主的会众带来这个旷野？是要互阮甲阮的精神死伫这是无？恁是安怎带阮出埃及，来到这个歹所在？阮伫遮无所在通夜种，通种无花果、葡萄、石榴，阁无水通啉。摩西甲亚伦离开会众，去会幕门口趴伫土骹。上主的阳光对因显现，上主就对摩西讲：“你去甲约柜头前迄支管摕举来，甲你的兄哥亚伦调入会众，伫因的目睭前命令石盘出水，水就会对石盘流出来，为互整会众甲因的精神啉。”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，甲管举来。摩西就甲亚伦调会众去石盘遐。摩西对因讲：“恁这会背逆的人听咧，愿减着互石盘出水，互恁啉。”摩西举手里的管甲石盘讲两下，就真济的水流出来。会众甲因的精神拢啉。上主对摩西甲亚伦讲：“因为恁毋信我，无伫以色列人的灭洲前尊我做圣，所以恁袂话当带这的会众入我要赐互恁的地。这的水就叫做米利巴水泉。”因为以色列人甲上主吵，上主就对因显明家己是圣。
以色列人因为无有水通啉，就大来吵摩西甲亚伦攻击因啦吼。摩西嘛因为安尼大来生气，违背了上帝的旨意。因此，原本10几天就会当到伫应允之地，却因为违背上帝，佮开真侪倍的时间去完成。因无好好来预备家己，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代志，因无顺服的。这代志拢值得咱现代基督徒来成做咱的警告甲提醒啦吼。因为这是所谓的进前的例，互咱来看见。哥林多前书10章第6节到13节。保罗看免这个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的话，安尼讲着，这个代志互咱正做感慨，叫咱毋通亲像因谈恋歹代，毋通亲像因中间有一部人去拜偶像，照圣经记载讲，这个子民坐落去大食大啉，徛落来。天公作乱，咱毋通亲像因有一寡人淫乱，煞伫一日内底死23000人；毋通亲像因中间有一寡人试探主，煞互蛇咬死；毋通亲像因中间有一寡人讲怨言，煞互毁灭的来遭灭。因所拄着这个代志，通做别人的感慨，搁着记录落来，通警戒咱这个活伫末世的人。所以想讲家己，搁徛伫这个精神，这袂跋倒。恁所拄着的考验，拢是人拄会着的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伊袂互恁拄着担当袂起的考验，恁拄着的考验的时阵，伊会甲恁开一条出路，互恁忍受会着。伫咧军队上帝的过程的中间，就要记得遐的警告，免得咱也入伫迷惑来离开上帝，过着满是私欲的生活来得罪上帝。保罗嘛，甲哥林多教会基督徒就讲以色列人早期所犯的错误，如今要成做以色列人的警告，是为着要互因避免甲因同款的绊倒。诗篇107篇第1节到16节，颂赞上帝至善，恁着感谢上帝，因为伊是至善。伊的慈爱永远存续，上主所救赎的人，伊对得手中救赎的人，对各国、对东、对西、对南、对北，所做这个人拢着安尼讲。因伫旷野爬远的路流浪，找无啥通徛起，因腰喙大。因的心神分起，因伫苦难中间哀求上主，伊就解救因脱离患难，伊带因行直的路，互因到通徛起的城。因为上主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。伊互喙大的人知足。互枵饿的人有好米通食甲饱，这伫黑暗中死荫中间的人，受困苦甲体连困乏的人，因为伊背逆上帝的话，看轻至悬上帝的旨意，所以用劳苦甲因教乖，因绊倒无人扶助，
因伫困苦中间哀求上主，伊就解救因脱离患难。伊对黑暗死荫中带因出来，切断白因的锁，因为上主的慈爱为伊，甲伊为着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，因为伊拍破人的门，斩断铁的门线。感谢主赏赐阮救恩，引带阮行人生苦难的路，真侪阮的帮赞，互阮应允。恳求主你显明旨意，互阮来跟对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叫圣名求，阿们。